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马甲一声，用力拼出壮命，不管路上有个恶蛇。现在要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。I need you, I need you， 别毁灭我的眼。走，回家不要唱，回家，好，回家，我们不要唱。好，回家。回家，不要唱。爸爸。星星，看你使就使到人唔抢人嘅，停下來轉。哭了，阿哥，唱歌嘞。唔衝咧，拉敗咧，來轉咧，來轉咧。我做你啊，做你啊。小信，你是谁啊？管那么多？我一個先生來推轉。屁呀，欣赏！你在讲什麼？小心家跟我回去啊！接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公花卡下幾條呀？我愛等下去報警。报啊！迟早都很报啊！你走出这扇门，我就让你报了啊！接回家。先打是不是啊？回家，回家。怎样啊？老来就被打。回家。大媽有公出嚟啊！怎样啊？老来就被打。死啊！買冷嘛，買寒嘛，哎，飲點熱啊，喂，飲唔點熱啊？哦，先生啊，應用白熱係冇？呀，電腦斷層看起來吼，很清楚啦。前頭用係唔點熱啊？阿公淹水按台的吼。你清涼人係熱啊，拜託啦。放心。我隻手那點冇怪。哎，你不是昨天才來掛急診的嗎？怎樣，耳朵還好吧？做買東西，先生記得我那架子陣咯。我嘅耳孔難聽的。用為難聽。初本意吼，你家悄個嘅時候，這圖機來看啦，個耳孔有鼻貼啲啦。你又不寫啊？這土人來掛子陣，做買東西，你講。我買是很痛說唔多啦，一塊牙膏。阿公哦，年紀很大吼，要給他好好休養哈。很真棒，看下啦，你阿隻又衰啦，你阿隻又熱，你耳孔唔開，很快哦，你哦，實在冇架勢。拜託啊，幫我撈千兩魚啊！好，拜託，幫我尋夢啊，拜託。所以你在廟口跟人家打架就受傷了。啊，你哪有想到？很棒，很強呀！不是我不通情理啦，金寶，你這樣我幫不上你的忙。你自己答應阿婆說要好好念書，結果你成天在外面跟人家打架惹事。你要是真的有一天被人家打死，你叫阿公阿婆怎麼辦呢？用架殺人呀！你看呀，阿公，我一按咯，又開出來賣出來本讀書，又為我阿公不變了。我還是要把他關進去。冇啦，拜託啦，你我乖啲，我會教佢啦，拜託，冇人係吐證，幫我佢，我可以好冇？阿婆，唔好用你啦。幫我拜託你啦，我
无人来拖。我不要甲砍你哦！我要告去，我要讲，我要好好去告去哈。我要讲告去，我要好个，又要好读书嘞啦，又要听讲嘞啦，莫为了官人，我拜托你啦，拜托啦。多嘞！行为19，行为19，19。莫安太伤，去隔壁淋沙涂水木咧。水木，爱跳跳的龙哥。啊？讲埋。门无锁。啊，讲我啦，你们较做对了讲啊。牙打。来，喂，你现在莫拍摄哦，送小星星转来。哎呦，牙打，买遐唔就会加无锁来转来。是遐样的啦，比只细毛啉落安尼。规迄个酒迄毛酸啊，啊，老板太蛮苦啥的，你做嘛东西啦？牙打嘿，喝酒才有酒味啊！少讲两句点点。做嘛个爱点点？爱讲嘛个，就讲嘛个。讲嘛，我会想讲啊。蛮愿意去。爱做满意去，也有唔迄牙无卡。歹势哦，佮小话啉酒醉，你莫当作真嘅哈。哎，我啉醉醉，你阿娘不开啊？好啊，唔免咬开啊，吹，莫算了。妹妹，丁丁再见，西西再见。小心，跟我。歹势，喂，小心，有我喂，喊吹歌嘛。你细毛你那充满东西哦，来不卡哦，冇你细毛啦。哎哦，喊可怜，哎，有办嘛？喊吹歌呢，哎。哎呦呀！哦，哎呦，快啲，哎，小刚，唔简单。阿哥，莫讲小心那种臭嘎嘎，哦，你男朋友暗藏。你我讲哦，来看你啊忝的啦，无事做你歇困嘞。转你歇困，做唔得咯。对咯。我惊把机会判啊！啊，佮东西卡都后连过，真无命嘞。哎，你想到喊功夫啦？嗯。阿哥，可能你忝嘞，较早着转去歇困啊哈。你安踏实吼，无听众还会喜欢你哦。阿哥，亚世界你还做得讲笑哦，有样疯哦。不过俺老小星星睡到亚威，佮张老师转来叫睡奶咯。哎，俺俩好言，但为嘛睡得啊？唔是自己烦恼啊，你做你才要歇困，你看个面色，安难看哦。早啲休息啊，唔可以吵你嘞。俺先来一转啊。安生哦，阿公晚安。气死了！那恁行路行转迄个精神都没嘞。
那时候真的。你为什么不管他？为什么？都是你！是我带你去海边看星星，你就自己走了。差别你大烂腿哦，烂菜公哦，差别你大烂腿了吼。小星星寻唔到咧。唔过个问题，伊充蛮解决啦。哎，知啦。阿公到电话哪会讲啊？哦。啊，计金毛喏，金毛的草饼遐样的喏。保府官讲，要再分期摆期费。真紧的啊！爱用同好同好。同好哈，好啦，希望我先转去洗身，去小星星就拜托你了哦，哈，我先走咧。所以妈跟人带金毛本市场看的事情，无哪会讲？哪个？走咧！所以妈跟人带金毛本市场看的事情，无哪会讲？哪个？唔带金毛去急诊，无哪会讲？也无通知家长。因为金毛伊讲，金毛想要分配你啊。迄是咱遐记，迄是啥？哎。拜托掉哎！那有个事情通知家母卡给你，万一出事情，你负责。俺又唔系生人呢，真人出马事情，俺分唔清楚咩？那你一定会做欣赏啦。你闹到同后生也不能动手，这绝对解决问题的。错，俺一定爱做唔得。
不过，要唔迄个19岁 QQ 网先生做来嫁嫁咧。Oh my god！ 你总算转来啊！唔免夜爸喺俺院校，厝边挨做去报警嘞。Oh my 妈！爸爸出国开研讨会，还搞草记。乜解係搞草記啊？江玉秀同學，你哪會講清楚哦？用規身的酒味咯。你前兩日打電話講乜解同學心情唔好，脾氣乜解大嘴久，做無轉來，也好有規身酒味。江玉秀同學，你補習補到哪去？唔要貼高分咯哈！然後講哦，例如一個朋友，佢心情唔好啊，佢就19歲，我又變落心機上面，就留下來脾氣咧。你要照顧你同學，我冇意見。你冇打電話，你要接電話啊。接天花咩？接天花，我唔記得咧，我手機很開震動誒。你按落先好冇？你愛少年時都記到死，即家身體也唔顧。38通，你多沒電話號？我找到36通聽聽哦。有他嘿，還有2通哦，係 Michael 打的啦。你用的哈，然後你用後就唔記得咧。我真記唔記得咧？哎呀，幾多點？7點。也大半去踢走應該啥？無，我等下留去菲斯利亞，總做的。我看過神經安太條的細妹。安太條。好啊。高總，7點咧，我蠻多咧，生意好高，再見，再見。江玉秀，我跟你講哈，你要陪同學喝酒哦，做唔得解決問題，要想辦法，無你自家身體哦，你就會撞壞體咯。好啦，愛啲啦，再見。點解係望來嘅？望來都以前嘛。開神咧。喂，你好屌早。最頭慢慢呢咯。咩背景？乜嘅事情？啲劍政府屋主嫌啊嫌啊，放佢嚟一鋪拿工，啪啪哦，幾兩就反而就背出去咧。真的假的？不可能那麼厲害吧？我老你講哦，千金莫牙佢，最衝啊！佢金庸武俠小說裡邊個小龍女，看起來是當優秀，一出手哦，哎呦，我顏面啊！阿哥，但金針菇比小龍女還厲害嘛？厲害多咧！俺係小星星，俺配小龍女啊。小星星，我阿公說的是真的嗎？你喺度講起小龍女來啊？救命啊人！不要！哇，小龍女，看不出來，你昨天是用左腳還是右腳？回旋踢
还是侧踢啊？无啦，哪有啊？哦，想唔到哦，金针菇会武功哦，大量根本太甲看下啊！哈？主任啊，唔好讲笑喏。啊，大爷啊！我就吉普的听听，哪做的表演呐？就寒暑的时间，我的身体无买以后啊，故说我爸咪被我好的啦。江老师。啊？什么你哦？哦，冇嘅。啊，哦，小星星，你看那个面，因为暗欧洲，哪一些面啊？这个。再见。再见好，哈。来帮我家洗澡。都有事。真难教係啊，揾人打，真勁哦，係啊，有看到嘛？我哋要掛杯啊！喂，上帝。哦，見我嚟。見我呢？見我呢？你喺度見嘛？見我呢？見我在哪裡？到哪？等下专业，那 QQ 妹费事的，讲你会调试诶。看下 Q 哦，规安不同的电影呢。Q 妹，你好。老师，我要皮小星星转一色神万闪夫，我想到你就来接机诶。嘉熙，伊遐东西吼，我叔叔啊就掠到啦，哪去？迄个吼，你阮妈个无拿到的发吼，你这样打电话不挨啦，挨老人送来。 Q 妹，小星星错本伊迄是酒醉，莫老去讲法准正经的好无？歹势啦，甲 Q 喊东欠啊，伊吼，伊讲，嘉熙无去做戏出孙的啦。 无稀罕准去啊！小星星，Q 妹，老师搞阮呢。应该做了吼。小星星，你在哪哈？莫上，一出上都大人红，喏嘿，你副当调的上我来呀？ 哦，是咩哇？哎，学校有没嘛个安置机构？我上个年做咧带人来咯。就无奈好去咩？莫因讲啊，无去放我明仔要做的，毋是明仔就管。你到底还搞搞拉翻呢？我上正经的本唔轮奸呢，还以远交，本警察来做到。 送报纸，你怎感念嘿？校长诶，莫按太上人讲法，佢生意就容易吓到。咱做好听哈哈的啦。哦，请好莫同我乱来。好，要事情啊，按麻烦哦，都唔是哦，花时间哦，都要讨论的啦。哎，时间差不多诶。主任总得按你去上课的啦，你上课的啊。 好嘞！哎，太假唔是烦咯，挨老挨厝从事吼，边朋友抢你啊嘞，小心你去。三 Q 公，哎，那中途学员没中途之家啦。你嘛较拜托啊嘞，啊，学校里尾遐挨董事长，挨奉贤啊，喊总啊，做唔得交本学生的啊。阿公，正经做的嘿。 小星星很好啦，小星星，莫搁同佢哋网友见面咧，上课也莫从我前无人。我再讲，演好
好言吼，佮出球要有时间性啊，较通巴咧。啊无吼，还是比赢球较恶哦。莎莎，甲你阿公啊？凊彩了。嘛个做青菜啊？煮青龙。好，给你煮青龙做公来看啊。好，带小生去看寄出的地方。好啊，喂。行去。喂啊，样咯，含你真金毛呀？狗模子你无常来啦，爱钱吼，伊啦。哦，伊个老家要甲同事啊，我以前爱钱会多啦。你多往钱，难怪有运讲哦，人家办公室哦，你像刑事组诶。好，阿公，迄老家就天数，吼。加油！要还买个东西啊？三打搏击。我好到底尾度用我油压得的东西咯。今天学校上课就教了。松口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可以教他们啊！你看哦，年轻人后盖得有东西哦，就是可以消耗他们的体力，而且可以训练他们的抗压性。你还吃得懂吼？懂吼？懂吼？错啊！喂，不要这样嘛！体验教育真的很好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而且哦，含这的培养你的哦兴趣。散打现在在奥运也是正式项目啊。那很好啊。金针菇，教我飞踢好不好？唐普老公公，两个飞踢超酷的。我学的是跆拳，这是散打搏击用的。那你会吗？那你会不会？别不会，会不会？对了，还有我房间可不可以漆成粉红色的？你觉得呢？可以啊。我的房间可以，你的房间不行。为什么？拜托啦，不好，拜托啦，拜托，我想要漆成粉色，拜托，不好啦，不好，快点，我要漆成粉色。少年队是简称，然后一般来说其实是少年警察队，他说先到学校抓你，是吗？对吧？所以是学校管不了你了。哇塞，你少年队。还有要看到那个窃盗的部分，并不是说窃盗家中财物就无罪哦，爸妈要告就有罪，拿出来呀。哇塞啊！预料今后赖朝成对其讲法很不太过分的啊。比方说你们昨天过行去寝室，最近嘛来一问听啊。一群人跑回家经过
也下看起来有动真手，那三人都带头去上马的。非行为能力的少年哦，飞行少年实施个案或团体辅导，必要时特约社会心理工作人员或少年辅导员或张老师协助辅导。张老师不是指张正义哦，张老师是一个机构哦，张老师专门是一些辅导。喂，对不起，我昨天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就跟你说学校很多事情嘛，我昨天回去真的想要打电话给你哦，可是我怕太晚，然后你睡着了。可是我早上的时候就洗完澡就忘记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好啦，我现在在上课，我晚一点再打电话给你，拜拜。我就讲唔爱赚钱，无法度哦，买了就吹哦，无成法，无好成法咯。阿婆，你点妹，让咱洗来咧。没有不按好哦。哎呦，你啊客气喏，什么呀？无嘛甲送你呢，还有啲嚟吹，要重本欠用啊。是啦，不是，从啊心，按自身从哪求呢？还东西。我而家又唔会做嘛噶哦，啊了无嘛甲我答下你呢。哦，这什么哈？哦，什么。哦，而家，哎呦，你买吹啊？不难，像我难，难不难？妈，你阿唔通讲，你唔爱读书啦。阿婆按落来，买菜嘞，你看到冇？你死都无嘛，做嘛该？你干嘛阿婆啦，你阿婆偏哦，你阿婆拨电呢？我拨电啦，你拨电咯，我拨电，我抢啊，我孙来教好，你都冇教好嘅生意了，怎么抢我孙啊？我来赚，你来去赚，阿公呐。阿婆，阿公代言会钱啊！阿公代言，阿婆会赚钱。你好好读书，好乖哦。你冇爱读书，你要拜赞，哪拜要甲三讲啊？我讲你，用的。我拜托，我孙啊，冇通讲。好，办，呀，安尼事情啦，有福气啦。我先生啊，拜托你，让我教我孙啊。我按落嚟买菜啦，买啦无买菜就转来紧寒啊！你看到无？摆向人个打好冲着唔哈？打位冲我无爱通讲个声音。主任唔上伊好教啦。学生有冇好教做乜啊？无读书咪。无读书做乜啊？你做会赚钱啊？赚钱？你要去做路漫啊？求其做嘛啦。求其到年啊，系无？冇收残渣。我也唔通讲，迄本市场打未死哦，无爱通讲，用迄声音了，啷想打系无？系无？你敢打下遐？冇打啦。阿婆，你用什么？慢点哦，来，好，没事情啦，没事情。啊，唔通讲，你们拍照，讲啊。好啦，唔通讲，唔看到无？好啦，对啊。来，我唔是挑事诶。那还够路漫啊？张老师，你上课啊？前日去啦。
张老师，我做得老人讲几句话嘛？做得啊。希望的唔系我想太多啦，我知道人嘅精神一向无乜嘅问题咯，又容易发现啊。系唔系心度风有乜嘅事情，还有乜嘅困难咯？无啊。你假使哦，真求研究问题，唔清楚要注意啊。嘅学生们批到人嘅生活有注意啦。小星星汉堡爱许多压力啊，佢看到安用事就真件都唔好，我知道佢压力太大哦，用青岛的方式做嚟解决。无这事情。哦，假使哦，我讲真件啊，你要知道来踢家暴的话哦，我有宿舍的心理医生做嚟介绍本你啊，很做得大阵呢。张老师，你真件太给薄啦。咁會？我講真嘅啦，就我笨蛋就是小嘅啊，當然嘛嘅噃。小星星，你要骗多梦子？喂，好闲啊，莫些都蛮耐黑哦。好啊。个天龙莫搞太久，木子会快的。哦，啰嗦哎，金针菇，我终于来啊！係啊。辛苦辛苦。阿公。啊？有用咯。我想問你啊。愛啲愛啲，二老嗰隻後生嘅做事情哦，唔容易，卡遠啦咧，啊？唔係啦。啊？阿公，我想問你啊。哦。佢高頭係唔係有研究嘅問題？哦，了個事情佢用電腦。我就啲，我老人講哦，我知道，佢個精神冇乜問題咯。係冇。下巴又火棒棒嘅，下巴又點索索嘅。佢個生活哦，接受咗當初就呢。我就想講，我老佢講啊。假使佢真叫埋個問題哦，行去看醫生較好啦。結果咧，佢就嫌我太囉嗦啊！我說阿公，係唔一直講。佢個性嘢唔係唔啲，佢嘅事情，唉，馬上看都看唔到啦，啊！是大發生乜嘅事情咯？後生嘅對自家嘅要求清嚴，相對嘅。佢對學生嘅要求也清高，佢仲講得，佢對我哦，起步就比披薩較慢，所以絕對要比披薩更加殺忙，更加達標。結果有一個學生嘅，受唔了我後生嘅按嚴嘅教學方式，嗱後生嘅糟糕嘅，就離開學院，冇想到天英人啊，就留到唔上癮嘅社會上大。大事咧，後生嘅覺得，獵學園嘅事情叫佢負責，佢係衰夢吼就不夢，所以受唔了，就離開學園，萬奈去打工。佢喺唔老師家關注嘅話，佢根本就冇辦法衰。我還是看佢安尼哦，十分煩惱呢。我怎會逼佢做人喺學園？最起碼，我還可以等等佢。阿公。唔過佢愛用失酒啊，問題還係無法度解決啊。唉，佢都硬頸咩？啊，你都知佢嘅個性，我想吼，佢切開也知佢嘅問題。伊下份工作，佢
几天要上忙大病，哎你多啲时间分去，慢慢来。迄实在做唔得嘅事情啦，你阿郭母子，我将逼佢去看医生。真嘅啊，哥，你讲的哦。系啊，还让你讲，有宿舍心理医生啊，做点大杂哦。哦，你管家老给介绍，讲无讲来讲的哦。讲去知道，因为妈爱啦。哦，好啦，先做伊歇困咧啊。讲我记得哦，好你同我讲哦，好啦，我讲哦。好，再见。烦烦多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介绍嘅，唔讲硬要嘅婆。你唔解婆，马啥解婆？晚间开门，又暗大汉都去做坏事哦。讲嘛该啦，三更半夜呢，唔开嘛间门啦。因为好甲无啥。咱不跳，唔会按手的。你很冷呢，快点啦！做嘛该啦？我唔敢去家己骗手啦，拜托啦！你用的啦。万一拄到几个用的，拜托啦！妈妈。高條唔係要多魔龜麼？高條。高條，唔好先叫哦。高條，你還在嗎？高條，唔好老捱無對啊！哪會行啊？高條，你還在嗎？高條，高條。進來哦。高條。较寄倒的啦。高條，唔好老捱無對啊！來要行啦。吃饭要选贵一点的餐厅。你超什么杠哦？干嘛这样？你知道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忘记跟你约会。啊，习惯了啦。那你工作不能这样哦。不会好不好？工作那么认真。跟你讲哦，我们学校里面学生啊，都超可爱的，除了有个老师比较难相处。我看你是不想上课吧？叫你去挑水泥你也要？你怎么知道我可以挑水泥？不过比起来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去中途学校。中途学校真的很棒啦！你也知道我念社工系啊，在那里上课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学到好多东西。考托福太累，你就先不要考了吧。为什么？我们先到美国看看，不要读书也没关系啊。不行啦，去美国，我到时候找不到工作，没有书念，还要靠你养，才不要。随便你。喂，注音嘛？哦，做的啊。同那位啊？哎，
小时的嘛，啊，妹妹，没个问题。只毛讲二你福到千件麻烦的嘛，啊，今下你土的，喊摆唔好千件麻烦，好嘛？一人一条路啦，啊，冇緊要條路啊。走上去，教授，很高，救命！救我！我是来跟你道歉，我觉得我的态度不对，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师生关系可以从头来过。唔使講係啥？今晡日拄好又係我嘅生日，故所以睇時間上嘅晡日就surprise。媽，各位觀眾好嚟，真有唱牙未？等捱牙咩？真係起嗨啦，做得冇？媽，我好想你哦。金针菇，我演的好不好？了破，你用为安言，当下摸索嘅答辩，对多唱心嘅言，自由呀自由，唔可少你拖，言多数嘅硬来出，盼姜鬼唔得。